投信义乡的东部温泉季10月初8热烈来开幕，人潮是汞汞卷，公所欢迎大家到东部泡温泉。信义乡东部温泉季穿浴衫、提花被采购活动盛大举办，吸引真侪游客来参加。太开心了！你觉得哪里好玩？哦，都好玩，农产品特别好玩，特好买的。苦茶油特别一定要去买。玉山峦东部镇的信义乡东部温泉季活动，有伫现场的布农族人带来传统表演开场，毛美女乐团带动现场的气氛。东埔温泉是有名的这个美人汤那泉质是弱碱性的这个碳酸泉那无色无味，在我们这个泡汤里面是首选之一啊。今年东部温泉区增加花灯艺术作品，推出温泉旅游套票，欢迎全国游客做回来体验东部温泉的美人。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